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至死忠心1，使徒行傳5章12至18節。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蹟奇事，他們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羅門的廊下，其餘的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他們，百姓卻尊重他們。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添，連男帶女很多，甚至有人將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過來的時候，或者得他的影兒照在什麼人身上。還有許多人帶着病人和被污鬼纏磨的，從耶路撒冷四圍的城邑來，全都得了醫治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，就是撒都該教門的人，都起來，滿心忌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，收在外監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。12至16節，聖靈藉使徒行神蹟奇事，佢哋最主要嘅工作係乜嘢呢？佢哋工作嘅果效如何呢？17至18節，使徒再次被捉拿收監，邊個捉佢哋呢？點解捉佢哋呢？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如果將呢幾章《使徒行傳》同4福音平衡對比，我哋發覺耶穌所做嘅，亦都係聖靈藉門徒所做嘅，包括傳道、趕鬼、醫病。耶穌所面對嘅，亦都係門徒所面對嘅，就係被宗教領袖憎恨、威嚇、責打。試下設身處地去諗一諗，你同我如果因為返教會被監禁，然後天使夜晚嚟釋放我哋當然開心。但係天使叫我聽日再返教會，我會唔會心中有所猶豫，怕再被拘捕呢？天使當時叫使徒再到聖殿講道，呢個簡直係送羊入虎口。但門徒點解可以遵從呢？話唔定因為門徒記得耶穌講過嘅話，佢哋敏感耶穌嘅救恩，領受耶穌所託付嘅使命。佢哋活出以基督為中心、至死忠心嘅精神。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主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